听见这是嘞，大家好。考量按照落在村镇写的这边，第二呢按照落在我先当我写的这边。今天我们讲第二课结识。上一堂课我们学习了问候一课。当您学会了怎样跟藏族朋友打招呼的时候，您一定会慢慢结识一些西藏的朋友。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结识一课会让您认识更多的西藏的朋友。那么今天我俩就结识一课给大家教一些比较常用的句型。那么我们经常会说到这样一个句子，让我们认识一下，用藏语怎么说呢？按错，我先当头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按错，我先当头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俺错，我是单独，让我们认识一下。在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你肯定要问对方的名字，或对方一定要说出自己的名字。那么肯定要说这样一句话：对不起，您叫什么名字？广播没错，키랑기 찰라 가르치고있나？对不起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广播没错。키랑기 찰라 가르치고있나？对不起，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广播没错。키랑기 찰라 가르치고있나？对不起，您叫什么名字？广播没错，키랑기 찰라 가르치고있나？对不起，您叫什么名字？比如说我叫张明的话，应该怎么说呢？年明了，张明4个月。我叫张明，年明了，张明4个月。我叫张明，年明了，张明4个月。我叫张明。年明了，张明4个月。我叫张明。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，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第年初不李建国者。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建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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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您还想具体的介绍一下你自己？比如说你是从北京来的援藏干部，那么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我北京的原为培格联勤部营，我是从北京来的援藏干部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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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您还想认识更多的人，比如说他是谁？用藏语说的话应该怎么说呢？空素人，他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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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他是我们的领导，用藏语应该怎么说呢？空俺村古志者，他是我们的领导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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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人家肯定会反问您一句：您是哪里人？那么这个用藏语怎么说呢？키랑 가네인바，您是哪里人？ 키랑 가네인바，您是哪里人？ 키랑 가네인바，您是哪里人？
키랑 가네인바，您是哪里的？那我要回答的就是我是拉萨人。我拉萨内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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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拉萨人。为了表示感谢或者为了表示高兴，您还可以这样说。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，很高兴认识你。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，很高兴认识您。키랑탕 오신바라 하자 가부충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前面我们学习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式，那么下面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学习一些比较重要的句型。下面我们来进行重点句型的替换练习。那么我们在某个场合介绍自己的时候，往往要说的是我叫什么什么什么，这在藏语里应该是年名了卡着卡着4个月。因为藏族人是没有姓氏的，所以是直接叫名字的。在这儿，名就是西藏的姓氏。比如，我叫王辉，那藏语应该是这么讲的：年名了王辉4个月。年名了王辉4个月，我叫王辉。年名了王辉4个月，我叫王辉。比如我叫次人呢，年名了次린4个月，我叫次人。年名了次린4个月，我叫次人。比如我叫罗布，年名了罗布4个月，我叫罗布。年名了罗布4个月，我叫罗布。比如我叫卓嘎，年名了卓嘎4个月，我叫卓嘎。年名了卓嘎4个月，我叫卓嘎。第二种句式，比如我们交往当中，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朋友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，这是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。比如说我的丈夫你켜가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丈夫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켜가시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켜가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丈夫。比如说我的父亲你巴拉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父亲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巴拉시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巴拉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父亲。比如说我的母亲你阿玛拉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母亲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阿玛拉시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阿玛拉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母亲。比如说我的同学你럽죠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学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럽죠 시。你괜찮도록我这句需求空你럽죠 시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同学。比如说我的朋友你좁어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。
你기란초로我最急需求空你愁不是你看上错了，我最急需求空你也找不着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朋友。比如说我的新同事你列着啥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同事。你기란초로我最急需求空你列着啥不是你看上错了，我最急需求空你也列着啥不是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新同事。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种句型。第三种句型是很高兴什么什么什么，在藏语里应该是哈江搞不穷。比如说见到你기란제와라很高兴见到您기란제와라哈江搞不穷。很高兴见到你기란 제와라哈江搞不穷。比如说和您认识기란 타我信吧了很高兴和您认识기란 타我信吧了哈江搞不穷。很高兴和您认识기란 타我信吧了哈江搞不穷。比如说和您交谈기란 타 링물 제규 좋아라很高兴和您交谈기란 타 링물 제규 좋아라哈江搞不穷。기란 타 링물 제규 좋아라哈江搞不穷。很高兴能和你交谈。前面我们学习了三种比较重要的句型，那么根据课文内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句型在实际生活当中是怎样运用的。这是的嘞，这是的嘞。俺做中间委员田干记者部呢，可俺做部长王大志来学的，可俺做中央处理的来的，俺们啦多事。人家可是学的，可我做中央委员田给中央民安来的。哦，人家学过。기란천 가르치고이나. 나中央委员田给来这边，俺们啦是那都是的。刚才我们在学习课文和情景练习当中遇到了很多新的生词，那么下面我们对这些新的词汇进行重点学习。